续来看高雄有一对7岁甲8岁小姊妹啊，伫一间超商房发现身边无大人，看起来真紧张，问因为倒位来嘛讲袂清楚。超商通报着警方，透过姊妹啊所在手机啊找着家属，一个问才知影讲因正上同学，这姐姐就牵着妹妹要去找同学，但是根本嘛唔知影同学蹛伫咧搭，一个行就行5公里远，行到唔知路咯。 我们已经走很久了，我们一直走，都没有休息过。姐姐教我过。姐姐教我。商店内底一对姊妹啊，姐姐8岁，妹妹7岁，两个人拢真惊吓，因为因唔知影家己对倒位来，够应该对倒位行。要去找同学玩啊？然后没有，我们跟下面同学。挺好，这边派出所。 姊妹啊讲，防疫期间真无聊，想要找同学，一行就行5公里，因为实在伤忝，就入去超商休困，所以因为留伤久，互商店人员感觉真奇怪，赶紧报警。那妈妈在工作吗？对。她在哪里工作啊？我们不知道。不知道哦。妈妈没有告诉我们。 员警问因问题，不过囡仔拢唔知影。上尾啊，员警伫因的身躯顶找到自己电话。还是手机我看看好不好？手机借我看一下。阿北路走来到这里。没关系，那我们把它载回民权派出所。拨打手机内的联络方式，果然在联络人发现了女童父亲的朋友，再由女童父亲的朋友向女童的父亲说明哦。 爸爸接到通知，赶紧来到派出所找查某囝，讲两个囡仔是趁大人无注意，自后门偷走出去。爸爸妈妈嘛当咧找人，好佳在上尾啊，两个囡仔拢平安无代志。